10年磨一劍，一朝七竅，又係一年高考季。少年不懼歲月長，彼方常有榮光在。苦讀寒窗12年，4000幾日，日日孭住書包，天未光就出門，天黑先翻嚟。嗰啲做唔晒嘅事件，嗰啲捱唔晒嘅嘢，佢自己知道，你亦都知道。但你驚咩呢？唔使驚，因為任何事情咧，佢都要需要時間嘅。就好似我哋啲雞咁樣，你睇佢需要跑出日子咧，肉先會香。咁你屋企細蚊仔苦讀咗咁多年書，知識啊早就刻進佢腦袋入邊噶啦。今日咧佢就坐上咗考場，將咁多年積攢落來嘅知識咧，一筆一畫咁樣去教訓佢向往嘅未來。我哋當爸媽嘅咧就唔好理自己仔女考成點啦，咁唯一做嘅咧就安撫好你仔女嘅情緒，等佢翻屋企嘅時候有啖熱湯飲。呢個就係我幫得成個忙。高考呢幾日咧，我哋每一把生雞為學子助威。咁只要你同我講你屋企有考生，咁全場就係咁多。咁我哋雞咧係湯好斬好，特埋配料。攞翻屋企直接落鑊，咁少花啲時間喺廚房，多花啲時間陪細蚊仔，咁少啲擔心。喺呢度，梅姨祝所有考生金榜題名，前程似錦，高考必勝。每當我悲傷過，也被暴雨